兄弟平安，礼拜开始，请咱备办心，请奏乐。选调是水画上耶和华的山，是水画徛伫以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怨虚假，就绝无藏奸诡的人。即号人要得到耶和华的赐福，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即是咱来吟圣诗，圣诗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请咱起立吟全首。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
咱用速读圣经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墓。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把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献开圣诗后壁面考验文。考验文61篇，以弗所书第2章。考验文61篇。恁遮的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界面甲规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遮已经离开上帝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通对同一位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家族。今日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石，遮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伫遮感谢学了你，你听阮世界人的心，伫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时阵已经显明出来啊！圣经互阮知影，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疼。主啊，愿你的疼，你的救恩会当临到万世代的人，互阮会当对死亡中痛苦、悲哀、悲痛当中，搁一摆转回转往你。搁互阮会当看到阮的性命的光景，看到你是唯一的中保。圣神啊，恳求你会当复兴你的子民，求你也感动阮为这世间人来祈祷，求你的救恩会当传遍伫万世代，搁较侪个人会当反转归向你，因为这是你的心意。愿担心祈求你会当加添搁较侪祝福。愿圣是伫万百姓的心会当大大的动工，听阮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1点，伫本主日上午9点到下晡的5点，举办为救阮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地点伫咱的副堂头前，请要关怀的带你的身份证来排队关怀，关怀的会当得到礼物1份。第2点，本会伫本主日中昼的3楼会议室要召开小会，敬请小会员会当出席参加。第3，小会公告。第1点，本会定伫下主日11月21日召开临时的和会第22届的中级选举。本会要选出长老10名，执事25名。
第二，临时合会会员的名单伫公报栏，假使也有漏交还是错误的部分，敬请兄弟会当往办公室内反映甲更正。第三，选举的方式 ，A， 咱要先选张落了后，才选执事。B， 在职会员过半数的出席，伊无记名连记，伊所需要的名额对得到较悬的票数的当选，啊，假使也共票的，咱着抽签来决定。C， 选票顶悬全部拢有候选人的相片甲名单。D， 第一次选举假使也无全部选出来的话，第二摆的选举要对第一摆较悬的，以顺序提列不足的名额1.5倍的名单来做候选人。第二次的选举假使也嘛无全部拢选出来的话，第三次的选举要对第二次较悬的，嘛共款依序提列不足的名额加添一名候选人。第四小点，本届中级选举除了4场的礼拜中咱会投票，假使也无法度伫礼拜中来投票的，会当伫拜三暗时10点前往办公室来投票。咱拜四的上午9点会伫教会3楼会议室举行开票的作业，啊，开票的结果咱会伫迄个下主日来公告。第四，又像教会公告，配合咱政府的防疫措施，咱的实体聚会已经恢复啊。咱实体的聚会甲线顶咱会做伙举行，所以敬请兄弟爱留意咱的防疫的规范。第五点，本会伫16届新细名讲座到12月12号前，每主日的下晡3点到5点举办。咱敬请校外会当准时来参加。复赛的当天爱伫下晡2点45分参加会前的祈祷会，敬请代祷。第六，下主日11月21日台神的主日，咱学校有派梁月梅老师代表学院来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会当备办心奉献。第七点，本会定伫11月28日的下晡5点，伫敬拜中心要举办圣诞点灯的礼拜，会后咱有预备请示，请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伫2楼的柜台爱报名，所以敬请小组长爱协助组员来报名。咱迄天的下晡4点半有备办福音车，要对教会接送上年长辈到敬拜中心，所以有要坐车，咱会记得往办公室来登记。第二，具体的消息，合作社第一，社会员伫流入来贷款15万，利息3.6%，啊，到迄个11月30前查止。第二，社员在职的军工交贷款30万，利率伫3.6%，嘛是共款伫11月30日前查止。第三小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年息1.8%，欢迎社员有意愿要贷款的，咱会当往合作社来洽询办理。第二，赞美操的消息，定伫11月27号拜六下晡的2点半，伫教会举办又像教会赞美操的17周年的赞美操体验活动，主题毋通失去你的微笑。欢迎大家踊跃会当往种子老师来报名参加，咱会当提早备办。第三，教界消息，请牧师。咱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伫12月74拜六上午9点半到12点，伫海埔教会有举办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咱要参加的姊妹费用是500块。这是有中昼有自餐。若是妇女生活队有补助200，请咱会当批素生队长来报名。兄弟，咱今日是特别为着这个感恩节办这个关怀活动。本来是11月28，但是
即马足欠货吼，所以管理中心逐所在就是拢咧做管理，所以咱就排伫即礼拜吼，请咱会当踊跃来捐货，若是厝边隔壁吼有人有习惯捐货吼，咱嘛当甲伊鼓励来遮捐货吼，咱拢有送真精美的物件吼，甲大家补充报告嘿。即是咱做伙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前书3章第1节到13节。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人若羡慕监督的钱值，伊是遇着好的工。即句话是真实，所以做监督的应该着无通嫌。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毋通好酒，着守己、端正、好款待出外人、贤假事。无因为酒起事无拍人，着温柔，无生钱，无贪财。贤整济家己的厝，用端庄，互囝儿顺服。因为人袂晓你整济家己的家，要怎样照顾上帝的教会啊？拄入教的，毋通互伊做监督，惊了家己偏颇，来陷落伫魔鬼所受的审判。搁伫教会外着有好名声，惊了拄着人的软骂，陷落魔鬼的活斗。第8节，安尼做执事的也着端庄，无两样话，无爱啉侪酒，无贪不义的钱，着存清气的良心，固守信道的奥妙。亲像即号人，着大声试验伊，若无通嫌，才通互因做执事。安尼负责人也着端庄，无偏颇，无好酒，凡事忠信。做执事，着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贤整济因的囝儿甲家己的厝，因为贤做执事的，家己去得到好的地位，搁伫基督耶稣的道理有好好大胆。以上，即是俄勒，咱请上年献歌队。
讲到请陈牧师，伊的题目是中级是荣耀的性质。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虽然有寒冷的天气，主你，互阮有温暖的日光，互阮伫你所祝福的主日，阮会当同心伫你的殿中来向你敬拜，互阮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主啊，多谢你，互阮会当受敬调，正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做你的器具来荣耀你。主啊，阮教会伫过去日子拢得到你的带领，阮多谢你，你拢有兴起你所使用的长老执事来帮助教会料理各项的事项，互教会会当照逐体概念的运作，互阮来去做主你的身躯，互你的教会拿来荣耀。所以阮多谢你，互阮伫11月2日，阮也要选出22届的中级，主啊，求你家己来竞选，来选出下伫你心意的人，会当来导播你教会的兴起。所以阮多谢你，但阮会再去也透过你的话语来学习，求你也对阮的心讲话。阮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这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咱已经疫情吼有较得到上帝保守吼，咱也看伫欧洲逐所在还佫足严重吼，但是台湾咱已经零确诊诚久吼，所以咱已经毋是降级，但是咱有较放松吼，像咱的诗班若要唱歌吼，会使口罩摕起吼，来学了上帝。牧师若要讲道吼，我若会使口罩摕起吼，平常时爱挂吼。这是咱即马上较新的政府的规范吼。感谢主，互咱望即个疫情会当紧紧来结束吼。咱今日牧师特别读即个题目台，即个教牧的批，就是保罗对即个题目台做上帝的牧者吼，真侪好的教导。当然就是要帮咱来去做教会，去做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教会就是上帝百姓的团契，教会就是这上帝百姓，因为伊的囝耶稣基督十字架功劳，靠着伊的宝血来赎回，互咱会当来做得到下面。搁做上帝荣耀的囝儿，所以耶稣基督是咱教会头，咱着爱有头来甲咱带领。搁以后白求圣神保佑师，甲咱三甲伫地，伊就是真理的灵，嘛教示咱，互咱会当明白真理，真理互咱得到自由，真理互咱会当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今日的教会咱若爱顺服咱的头耶稣基督，咱也着照伊的教示去行。这个圣会就是要来完成伊所托付的大使命。所以咱的主耶稣伫要上天进前，甲咱讲，天顶地下权拢交予咱，将这个权柄予咱，就是要去招万百姓做学生，就是要奉主的名会当，互人会当伫爸囝圣神的名来受洗。佫会当受教示，诚做门徒，互教会会当充满侪这得救人，佫有真侪这欢喜来跟缀伊的门徒，来传扬伊的福音，来完成伊交托的大使命。所以咱的教会为着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咱组织当然嘛袂当诚做一个迄个乌合之众吼，乱称称吼。摩西要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吼。要出来去，佫过红海，佫去到旷野，要去到老年甲米的地。你想看这个路途中间，遮侪人，若假使无组织、无管理吼，这个摩西吼无法当向前。所以摩西敢若为着管理百姓的代志，为透早无啊透暗
伊个丈人看了讲，你若安过落去吼，你会翘起啊，你打无法咧。啊，搁吼，这群众若像遐咧带呢吼，这群众真诶会乱啦，迄内底真诶乱啦，所以就叫伊会当来选人，会当来帮助你。所以甲有千夫长、有百夫长、有50夫长、有10夫长，这个组织，这组织就是要互整个的这个团体、这个群众，变做有秩序、有纪律，有纪律。所以有组织是真要紧的有人咧讲去做教会就是3个 S 头一个叫做 spirit， 就是爱有灵啦，有灵。咱若教会无灵无活命咱主要所讲，我甲你讲的话就是灵，就是活命。得有上帝话，有意向，有方向，有目标。咱清楚咱的使命。但是若只有干安尼无够格，咱得爱阁有 structure， 就是爱有组织爱有架构。所以教会是有特殊的，上帝创造这个天地万物，嘛是有特殊的。这个地球的生态是有特殊的，无同款的这个生态构成一个咱这个地球咱这个今日变做极端的气候今年咱知影讲，今年就是反圣婴现象过去是暖冬今年可能是会足冷伫中国一个所在已经落雪讲到要规人悬连续落46点钟无停的雪迄厝的门口，迄门要拍开煞拍袂开若无人来清清的念要出来就袂当出来这就是极端的气候，这个世界特殊受破坏，咱开始就是所有国家的领袖、组织就开始咧治这个代志。咱若唔面对，咱若唔改变，咱办咧真正会足凄惨唔是讲我的国家无代志，别人有代志，拢有代志。这个生态是一个系统，规个地球是一点尔，规个世界所面对的，什么人要拄着这个极端的气候会艰苦唔知，所以咱就要负起这个共同的责任。这就是咱今日咱徛起的世界，所以咱的教会就是要有组织。咱有组织，搁咱教会随着这个时代，看了这个时代有甚物款的方法会当接近人，会当得到人。所以咱用上帝互咱这个智慧运用各种的智慧，会当来劝勉人、教示人，要来伫基督耶稣带人完完全全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逐时代拢会无同，像咱咧吟诗歌嘛，随着迄时代的转变古早的时代这个社会普遍的吟的，才会变做咱教会圣歌的吟的。今日咱的教会过去拢吟圣诗，但是即马敬拜学了也足普遍这就是这个时代无同款。咱要来有下伫这个时代的策略，这就是今日教会。所以咱咧讲社会急变这个团队应变，但是咱的福音是不变，咱的真理是不变。世间虽然足大的咧变化，所以咱今日咱咧读的圣经嘛是这一本从古早到即大句，从正典了诚做圣经到今咱得读一本的圣经。所以主耶稣将这个大使命交教会，咱就爱去完成这个使命。咱组织人来信主，伫这个所在来训练恁做门徒。所以这就是爱治理，这就是爱牧养。上帝将这款的权柄来赏赐予伊所拣选的人。这就是咱今日的教会。伫前的台湾圣公的有一个主教叫做庞德明庞德明主教伊捌咧讲到教会结构甲
会友奉献甲服务的关系。伫中间一段伊咧讲到咱今日教会的体制吼，大概分做4类啦。一种叫做君主的制度，君主制度，这就是权力上大。那天主教的教皇主教因就是将这个权力交代伊来治理伊所有的这个教会第二种的制度讲过是贵族的制度，贵族就毋是一个人毋是讲教皇遐尼有权威这个贵族就是少数人咧统治，像即卖的圣公会因就是用主教来咧管理伊的教会主教有迄个权柄所以因有些伫议会中间有迄个否决权是。这个权柄嘛是足大的第三就是间接的民主制度，就是咱即马代议的制度。这个像咱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就是透过兄弟姊妹所有这会员选出的长老甲执事，互因有迄个权柄，通去治理管理这个教会。这就是间接的民主制度。那像咱即马。国家咱选出立法委员咧咱监督咧做立法的工作互即个行政院伊有能伊有能通去施政，但是伊应该就要照立法院所立的法安尼去做，这国家较袂乱较袂乱。这就是咱还有一个司法单位行政、立法、司法。这就是一个国家足要紧的这个组织。咱教会咱有一款的代议的民主制度间接。佮上落尾一种是直接的民主制度，比如讲公理会啦还是浸信会、真侪独立教会大概拢开属于直接这个民主的制度。无一个制度是完整的制度。拢爱有伊的限制，制度若误用滥用，就无好。你教宗足有权柄的嘛，着爱听其他的声音主教足大的嘛，着爱注意到人的需要，了解毋是讲到你有权力足大，我着在我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嘛袂使所以要选的人嘛是着爱真正有信仰、有敬畏上帝，会照上帝真理去行，毋是讲我有这个权，我就会当非非三做，安就袂使咱这个长老教会较中间你有这个权，但是伊的权毋是遐大，就是合议通过长老执事大家斗阵参详安尼就较袂含到讲我一个人咧想的，一个人讲的拢照安尼行安尼无一定是绝对上好。但是若是拢是信徒大家有权，什么代志大家都来开会来讲，安尼这我那足够工，这个运作嘛足麻烦，所以制度无迄个绝对，但是感谢主，长老教会是透过较中这个间接代议的民主制度，选出长老执事来担当教会，无论是人事。财务的决策、管理教会各种的行政事务、关怀、探访、服务、宣教这些事工毋是讲干那中执做，要安怎来组织兄弟姊妹，拢会当参与这款服侍，总是就是要有信徒的领袖。咱所选的长老、执事，是咱今日已经转型做小组，咱有做者训练的小组长参与伫牧养。报道咱的教会足侪事奉，就是用愈来愈侪人会当来参与当然，这个教会那圣经讲的，讲逐体才有概念的运动伫听的中间来起造一个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躯，这就今日的教会。所以长老教会，咱有选出长老，长老是教会非常要紧的，伫长老教会。一个职分咱伫教会内底有
治理管理的长老，嘛有教师甲教导的长老。啊，这个就是今日咱的小会，小会就是由牧师甲长老组成。其实牧师嘛，那个是长老，就是专门负责伫这教导甲教士的这个长老。但是其他的长老就是来做这个治理甲管理的工作。啊，这是小会，透过这个小会，佮有到伫中会，这个中会牧师，其实牧师是中会的管理，属于中会牧师佮甲教会代志长老组成这个中会，来推动中会事工。长老教会应该是爱做中会中心，因为总会足大足大，无共款的区域。有原住民，有客家，有咱的这个平地有北，有中，有南，有东部，有山顶，有沿海，逐所在无足共款。那拢是总会，其实管理上足困难足侪事工的运作，其实长老教会精神是中会中心，中会中心。可惜咱即摆的总会因为所有资源拢伫总会。那负担金伫总会，病院的负担金伫总会，所以总会一档会有算有偌济呢？3亿2千万。好大家看到哇，3亿2千万所以总会即马就是一个足有钱的机构，足有钱的机构，若无好运用，就是足危险的机构。因为有钱，这就是危险。咱应该是爱中会中心。随上，陈牧师对长老教会运作实在感觉足侪爱改变。所以我顶下选总干事讲若有要互长老教会就是爱中会中心，因为总会伤大啦，你做代枪支拍遮拢冷去所以地方教会拢无咧缀总会行。总会足侪人做足侪代志，开足侪钱，但是一点效果都无。地方教会无感觉，这就是今日咱的困境。但地方教会当然就是同会中心，同会真要紧。你要发展你家己的教会，就是要健全、爱健康、爱照真理去行，爱会当完成教会应该完成的使命。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是有使命的团体。教会就是要来传福音，就是要来广阔上帝的国度，天后伊过来，这就是咱教会。但是教会若失去这个功能，这个教会就变做无健康、无好。所以咱免会当倒转来，上帝透过圣经，甲咱启示教会应安怎做。所以咱讲中会，感谢上帝。咱中会明年的议长也感受到讲，咱实在已经90周年，咱这样要行700周年，咱的中会应该要有改变。咱中会唔通像过去这种的运作。咱变做一个无使命的团体，咱所有组织，咱就无什么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上年苏港部就是大概就是佚佗，就是自产。咱的妇女足侪是安尼，拢是名目上的，但是无真正咧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伊感觉讲安尼袂使，所以明年开始大家迄个部拢爱做甲福音有关的事工，所以就叫人爱去计划。大家要想所以变做拢袂晓想，拢想袂出来。妇女讲是要做什么福音的事工，唔知影，袂晓做。这个上面要做，袂晓做；这个教社部要做，袂晓做。这就是今日咱长老教会的困境。兄弟姊妹，这是咱的困境。感谢上帝，咱有从教会，咱至少咱是行出这款的困境，咱有注重伫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咱会感觉足侪兄弟姊妹。做主的工足无用，因为咱有代志做，咱毋是干那只有咧维护这个团体，干那咧联谊，干那咧团契，咱变做无使命。感谢主，咱这帮咧做这个新生命工作，其实上帝感动牧师的，这就是要帮助其他的教会。当上帝感动我，当咱只会去做，咱要录影，咱要好将这个产业。这个报道收挂的产业分享给其他的教会是哇，感谢主，真侪教会真正是找不路要做幸福小组是无法度，
因为伤硬斗，伤困难。咱若低头无咧举毋捌咧滚去举看卖，迄一工就倒落所以咱的教会就是无咧做工的教会，敢若快乐咧过日子的教会，咱无咧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咱快活怪恁向要来传福音说袂响，说袂响。初代教会若无咧传福音，今日教会才会发展。咱台湾基督徒到背甲运动的时，若无人咧认真咧传福音，哪会背甲？无可能啊！天顶袂落落来。所以无咧做了就袂晓，惯势变做当作是安尼，这就是咱今日的教会。感谢主，真侪教会开始要做，所以每年牧师做中会传道部长，就只有要帮人教会免啊转型做小组，较侪人来参与伫牧养，较侪人来参与伫报道，较侪人来做文道，搁要做这个有效的报道。免啊福音传话，免啊会当神圣嘛工作，免啊塑造运道。今日的教会才会当恢复，互教会开始勇壮起来。感谢上帝，公中会每年有一款的期待，但是大家惯势了要艰苦足困难的，要训练足困难的，要训练世界讲哇世界遮多，啊无要减2届，为人要训练要付出时间都无愿意。兄弟姊妹，咱今日教会选出中级事实上，伊就是爱欢喜付出时间，欢喜互伊家己会当成做上帝使用的器具。所以头前要甲恁讲的，咱中级就是荣耀的一个性质，这个性质。伫圣经内面，就是像摩西，我讲过伊为着要来管理这以色列百姓，伊家己做袂去，所以伊就竞选70个长老来帮助伊。这长老就是伫因的中间真正有上帝灵伫内面的，互因真正有智慧充满的，真正有信心的，真正是忠心的，真正是圣洁的无乌白贪钱的，真正是听主听上帝，要来担当上帝的圣工的这款的人来担当这款的工作。所以咱今日受选出来的中级，其实就是要来完成教会的使命免甲牧师会当好的同工，会当完成主托付咱的使命。伫最后所的时代，虽然无设立这个长老执事，但是伊有竞选12个门徒，搁有找见70个门徒，拢是要去做伊所爱做的工，就是传福音，就是医病，就是赶鬼，就是教死人。所以这个人到伫五旬节圣情降临的时阵，因就得到开力，会当来传扬耶稣基督福音。后来初代教会，因为有人爱管理，连食食嘛爱管理。所以就选出这有好名声的、有圣情充满的、有智慧充足的人来做执事。司提反就是头一个顺道的执事，伊是一个真正愿意为主来陪命的执事。这个腓力，伊就是一个报道家，受困迫的时嘛，搁将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去的所在。所以咱会当看到伫圣经内面。伫初代教会，上帝就是竞选这个使徒，后来有执事，后来有竞选这个长老，就是监督，设立会当叫做教会领袖、属灵的领袖。这对教会是非常非常要紧。教会因为有因的带领，互教会会当有特殊，互教会会当无偏差，互教会会当来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所以这个中级。这是伫教会真要紧的。感谢主，伫咱的教会法规内面，讲咱的制度有分牧师、传道师、长老甲执事咱是4个这个迄个阶层的这款的组合，这毋是大小，这就是一个教会功能的分工，功能的分工。上帝竞选这个敬虔的圣徒，互因会当受选出来。有人做执事，有人做长老，甚至有人献身
去受造就了，伫新人毕业做传道，后来受设立做牧师，目的就是要来兴旺耶稣基督的福音。兄弟姊妹，这个中集会小会伫咱的体制中间，就是一个长老教会治理甲管理的一个组织的方式。当然要做中集，无一人讲我是我绝对有够资格，我已经十全十美我会堪得。其实咱每一人甲牧师甲传道拢是共款，拢是无完全的人。无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咱伫今日的圣经内面这个保罗特别甲咱讲，咱要做监督，就要有心魔，心魔就是要有意爱，我有这个负担，讲就是一条上帝讲，一条上帝讲，就是意爱上帝讲，欢喜做上帝讲，甘心乐意要来做上帝讲。你若有这款的脚步，你有这款的愿意，你有这款的甘心，有这款的乐意，你来做这个工就袂变重担。你做这个工，你自然就会尽力。你毋是为着名声，毋是为着地位，检查有人讲哇来教会做长老，接触好，伫外口人看讲哇，你教会长老，这就是一个德高望重，这就是足大的这个权力的一个人。咱确实属于心慕上帝讲，意爱上帝讲，要来互上帝使用，所以咱就谦卑做奴仆。伫咱的今日的这个经文差不多有几项指标爱甲咱咧甲咱提醒的，就是讲，咱无论是要做长老，要做执事，咱就要真正心慕这个工，意爱这个工，掠这个做一个真大的荣耀。上帝互我有这款的恩典，通做这个工，这是真大的福气。这毋是我要去争，要去求，要去处，这是若大人看最好推选我这是上帝竞选，上帝竞选透过咱所有的人来有一个同感，一定感觉这人适当。所以这是水伫上帝竞选，这是一个圣工，这是一个真荣耀的积分。咱就要来羡慕咱教会选举甲外口的确会无共款，但是甲外口共款的是，这个教会就是对了这个教会就互撒旦魔鬼做工，这个教会就袂当荣耀上帝的性命。今日无论是小会，无论伫弟兄教会，是伫中会，是伫总会，一定偏离应该上帝所爱迄个教会选举，就是出自上帝，互每一个人感动来选出的，迄就是上帝所要竞选的。但一般外口人讲，这众望所归，众望所归是真正是上帝要用的，但是他用人为的方法，就会破坏上帝的工作。较早高雄中会，我当做传道师来到高雄中会，高雄中会要分两派。讲叫做老派甲少年派，讲也是真可怜，真可怜，因为去互撒旦魔鬼绑去共款。逐个人两边就是互相安尼，就是我的人，你的人，选举就是安尼争甲，结果教会拢袂进步，教会拢无进步，逐个敢若无用伫教会政治，无照上帝去做，所有安尼去做的人，无一人得到福气。无一人得到福气，无行入上帝路，上帝袂欢喜，上帝的确袂祝福伊。兄弟姊妹，咱做主的工，咱毋免去用人的方法。上帝若竞选你，你欢喜去做；上帝若无竞选我嘛欢喜去做。感谢主，无论是有伫即个位，无伫即个位，欢喜做主的工，毋是做长老甲热心无做长老就无热心，安尼就是假。这人讲骗上帝。上帝敢会使欺骗？上帝你服侍，无论你做啥物，毋免做长老来做伊的工，伊就会欢喜你。我今日做一个真卑微的圣徒，我热心做主的工，主欢喜我。我做一个长老，但是我无热心做主的工，我是袂当得到伊欢喜。真简单的心志尔，真简单的心志，欢喜甘心服侍主。所以毋是外口的方式，若外口的方式教会就对了。
这个教会就开始撒旦魔鬼做工，这个教会就袂进步，用人的心意代替上帝的意思。较早我伫前个教会有一个姊妹有足悬的学历，有足好的社会地位，伫外口的社团嘛非常活动，礼拜嘛是拢来礼拜。伊实在足羡慕讲会当来做执事，但是大概拢选袂掉，大概拢选袂掉。至少就我知影，嘛选几届所选袂掉。伊嘛感觉真怪奇怪，凭我的这个学历，凭我的这个社会地位，凭我应该这款的能力应该我就是会当做教会执事，这是真好的代志啊。但是看拢无人要选我，因为教会毋是社会，社会你若有钱，伫这个社团我会当献偌济钱，出偌济钱人就想讲哇，你有法度人选你。但咱的教会是，你是毋是真正热心敬拜上帝？你是毋是真正欢喜来侍奉上帝？参与伫教会侍奉，毋是你外口有偌大的迄个地位，有偌好的名声，这名声好是真好，伫外口，伫内底嘛爱。所以伫保罗来咧讲，只咱着爱伫信仰品格爱有好的见证。无论是你的婚姻的生活，你的家庭的生活，搁伫你的甲人的关系，你的生活，为人做中级，伊的生命也无改变，就是拢来教会参加伫地方。我前牧会拄着一个长老，当然伊伫即个金融界咧上班。就是常常咧交际应酬，大家就定定咧啉酒，啉酒就足世常的代志，当然来甲教会是毋捌啉嘛，甲教会迄个开会毋捌咧啉嘛。但是有一届嘛，咱想起尔，啉酒啉甲醉茫茫来到地安尼大乱，伊家感觉见笑，够闹气，有够见笑，食水、食酒、食甲醉茫茫来大乱，到尾自动家提出死即个。长老的职务，这就是一个见笑。这就是平常伊的生活，就是毋是有好的见证。伊的生活都毋是真实的，总是人感觉讲伊伫社会都有地位，嘛是有啊。兄弟姊妹，咱真正得爱伫咱的信用品格有好的见证，咱的人际关系好，咱对主爱有忠心，教会内外爱有好的名声咱。伫即个圣经伫使徒行传，特别要警戒执事的是讲爱有好名声，歹名声当有阻挡即个圣工嘛。你外口人讲着讲即个某物人是即个油厂教会长老即个乌落木济啥若讲咧到第时咱教会要传福音就足歹传的咱一定爱互外口人讲，即人真正赞，即人咱实在是敬佩，即人真正是迄个。咱教会有即个人，这是应该。兄弟姊妹，咱应该着爱照圣经，保罗咧甲恁讲也是安尼。即个长老还是监督伫教外的好名声，惊咱互人诽谤，煞迄个陷无伫迄个魔鬼的活斗。所以当信主的人，可能伊无了解这个圣经的价值真理咱袂当选伊做长老，有人选伊做长老，伊到尾感觉长老真有地位，感觉伊着骄傲，伊着感觉有权，到尾害伊煞坠落。事实上，今日咱的教会，今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目睭看会到，阮有真侪人是因为甲长老当做即个权，用伊家己的地位滥用伊所无应该使用的权地教来。互教会拄着亏损，咱求主怜悯，互咱真正会当选出好的中级，这中级对教会影响真大。伫过去有真侪好的中级，毋但帮助教会，伫社会也做足侪好的代志。伫平湖有一个长老，关心即个公理伊就是几十工人甲一工共款。为了照顾这个麻烦病患，为人捐钱来起国校，
伫社会就有足好的见证，互人会当羡慕。有一个伫教会内面吼，咧讲的一个话，当然这是无一定是安尼，但是也是真正有影。有人讲吼，讲执事生长老，长老生牧师，吼。当然，咱有好的会友，就会生出执事，执事会生出长老，长老会生出牧师。表示你若有好的信仰，你若来提升的是，你就愿意做主的工，甚至你会完全欢喜奉献做主的工。当然，毋是长老到真有会啊，我去做牧师，无一定。但是伊会依照这个工，可能伊的囝会献互主来做牧师，吼，来做传道。这就是咱若看见教会有好的忠诚，这对教会的复兴是非常要紧的。大部分咱若去读新人院少部分是会友的囡仔，其实大部分拢是中级的囡仔，吼，无牧师的囝。因就是较看重这个工，所以伊才会欢喜将伊的囝儿吼鼓励伊去行这个奉献的道路、服侍的道路。这若伫新人院，伫阮的这个同学内面吼，足少吼，讲是迄落伊的是大人吼，无做中级吼，就我接触过足少啦吼。当然我的爸爸妈妈毋是中级吼，是信徒。毋是讲信徒的囡仔袂当做上帝的工，就是讲一定要有人有迄个环境，有迄个鼓励，愈会当。感谢主，互咱教会会当选出好的中级。咱要选出好的中级吼，牧师伫遮讲，咱对即个选举有一寡认法，就是讲头一个，咱搁看后一个吼，其实信徒拢是这事，每一个人拢会当受呼召来做上帝的工。上帝并无讲什么人较有条件，毋是。你若有欢喜，上帝使用你。第二，这个节就是要来互教会得到兴旺，互教会得到发展。所以无论是牧师、传道师、中级，就是会当同心来兴旺福音。过来，咱爱有圣神的带领，所以爱好祈祷。感谢主，咱大概选举拢有真侪人为着这代志祈祷，上帝嘛带领。我相信上帝带领是上好的，不管咱选是安怎，但是咱相信上帝吼。咱求上帝帮咱，互咱会当真正听上帝，甲上帝相同行。咱会当过上帝所欢喜的生活。我相信上帝若拣选咱，咱就欢喜做伊的工。咱会当做伊的工，咱就感谢欢喜来做。嘛想讲我这个工将来会当交送，我嘛得一个培养人，吼。所以毋是我做长老，望会当培养人做长老。有人做执事，培养人做执事；有人小组长，培养人做小组长，吼。这就是教会嘛是爱培养牧师，所以咱教会咱有这个爱慕的迄个基金哦。其实咱的奉献拢是用伫咧帮咱。培养牧师，即摆伫新人去读册，咱的奖学金拢是为遐，咱望咱一代刷接一代，一代比一代较好，所以望咱伫选举中间会当甲上帝同工，大概顶届过落去咱顶届我有甲牧师，也有甲大家报告伊，就是讲，这咱要选出的中级，伫信仰的品格，伫生活的见证，伫服侍的能力。望拢会当做咱信的人的模范。我相信会当选出好的长老来治理教会，好的执事来参与伫教会服侍，这是咱教会福气。咱所有中级也会当掠这个做荣耀，这是一个荣耀的性质。当咱会当安尼服侍伊，主的确要祝福咱。咱尽力着活伫伊的决定无空空，决定无空空。那个提摩太批讲的讲，迄个后管理教会长老会堪得受加倍敬奉，迄个劳苦传道教世人的，佫较是安尼。咱望兄弟姊妹
常常为着即个代志祈祷，也欢喜也有机会会当来做中职来侍奉伊，嘛会当常常为着中职祈祷，互因会当有好的侍奉来荣耀上帝。咱的教会毋望明年要进入70周年，互咱有更加好的教牧团队，互咱更加优秀的中职的团队、干事的团队、牧养的团队、侍奉的团队、宣教的团队，这个团队会当伫即个落尾时代，成做收割灵魂的军队。求上帝帮助咱，咱三甲来祈祷。主，多谢你，今日你的罗卜会当分享今日的教会。主啊，阮的教会感谢你，会当拢有真侪遮个真正敬虔热心，听主、听教会长老执事，忠诚尽职来做主的工。当主互有即个恩典，欢喜来领受主教家用的恩典、丰盛的恩典、充足的恩典，要赏赐互因。所以阮所有兄弟姊妹为了即个事祈祷，也会当甲上帝同工，用上帝眼光，照上帝真理的假施来选出下伫伊心意的人来做教会工，互教会得到利益，互耶稣基督的身躯会哪来哪充满荣耀，互有种教会毋嘛伫即个地区，甚至伫即个城市，上帝国度拢会当诚做好的器具来扩大上帝国度。所以，阮多谢你，求你祝福你的生活，也祝福阮一帮的选举，拢会当荣耀你的性命。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回应是385首，人生风波扰动无停，请咱起立吟全首。咱这个时阵，咱来祈祷，咱为着一帮咱教会中级的选举，特别主恳求，互咱会当下伫伊的心意，互咱会下伫伊的心意来选出伊所要使用的人，互教会中级会当诚做教会完成大使命真要紧的器具咱也求上帝赐福咱新生命讲座毋望会当得到更较侪宝贵的灵魂咱伫即个感恩节、圣诞节，求上帝，互咱永远会当报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互更较侪咱的亲人朋友为着咱的一帮的即个关会活动，求上帝赐福，更较侪人会当来参与，互咱伫社会
会当做光做盐来荣耀主。兄弟姊妹，咱也为着软弱的肢体，咱献上代祷，无论是咱所知毋知，伫咱手无所写，咱奉主的名为因祈祷，请咱举起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圣日伫你的殿中敬拜。主啊，阮要为着主啊，阮伫11月2日开始，主啊，教会要选22届的中职。主啊，照你的心命来竞选你所要使用的人。主啊，阮拢是你的器具。主，阮甲你同工。主啊，阮尽阮的本分，阮会当来做主你爱阮做的工。主啊，阮每一个人拢应该在回应你的呼召，每一个人拢会当做你的工。主啊，你若阮恩典，阮就当做一项项。主，阮感谢你。主啊，使福教会传福音的事工，互阮新生命的工作。主啊，这个报道的事工，主啊，这个修改的事工，有圣神你的工作，你的膏抹伫阮的同工中间，或者要拢无任何的阻挡。主啊，阮会当来透过这个工作，互你当明白你欢喜来受洗礼归入伫你的名下。主啊，阮来当真做一人的祝福。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这个感恩节，阮有关怀大当求你赐福，望甲一人来参与，互阮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赐福伫你的圣会，互阮伫头前。主啊，你会当带领阮的教会。会当行你心意的目标来跑走。主啊，阮也特别为着阮中间软弱的肢体，主啊，为着咱也真，主啊，为着萧建存兄弟、杨秀王姊妹、郭翠萍姊妹，主啊，为着龙会师母、曾国斌弟兄、浩伟弟兄，亲爱的主耶稣、刘启义弟兄、林瑞如姐妹，主啊，阮为着做这软弱的肢体。愿将因仰望你，主啊，愿你关灵的手骨伫的身躯顶，主啊，你超出咱的意志伫的身躯顶，听阮正人的恳求，互所有这软弱的得到勇壮，病痛的得到医好。主，阮的祈祷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感纳。愿你美好的旨意成就伫阮的中间，伫地呢，若像伫天呢。愿咱的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请执事收奉献。现在请咱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亲爱的主，每一摆的奉献，阮拢会知影讲，这是主你互阮的恩典。阮嘛伫遮尽心尽力来奉献阮的金钱，奉献阮的时间，会当诚做主你的路用，诚做教会的帮站。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车肯386首，
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的家清心，阿罗三位一体兄弟，尊名流传，地高万世。但恁人平安去，愿水下所祈祷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绿岛闭会。